后来乡亲啊，过来敢若啉一喙茶，这个代价是15000块。大埔才有民众来投诉，讲伊去北投的卖场买完物件，甲太太开车要转去，伫咧车顶因为真热真喙焦，就甲喙暗摕落来啉茶，结果去互警察甲查落来开罚单，讲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。这个民众是真怨气哦，讲这根本就是咧抢钱，也毋过人警察嘛是执行着公务照步来的。 民警发现车顶的人拢无挂喙暗防查落来，随车唔配合要开单。这样是会罚多少？ 3000至15000啊！口罩，你们要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别人啊。他说要罚3000到15000。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买个东西出来而已。这位查甫一开始先解说，不过员警坚持要开单，双方飙出冲突，连边的太太拢查袂掉。直接开罚你没有劝导啊！不要这样无聊啦！你要无聊，先生，你不要做这种事啊，对你很不好啊。 事发是在8号下午4点多，有对夫妻呢，他们在北投的大卖场买完东西后准备离开。他跟太太上了车之后呢，开了一段路，觉得口渴，想要喝水，结果就遭到警方拦查。因为喙焦想要啉水，两个人拢无挂喙暗，违反车顶两个人一定要挂喙暗的规定。不过民众认为淡薄无合理。 北投分局回应，早就过口腔期，开单无问题。马许民众防疫期间，除非一个人开车，啊无本来就要甲喙暗挂好，就算啉水啉煞，嘛要随挂起来。不过，敢会罚到15000，警方会阁认定。敢若是伫政府公告了后，台北市警察局调了1500多件无挂喙暗的案件，民众一定要甲喙暗挂好，啊无可能就会罚罚钱。